手牵手，祈祷的手，手牵手，祷告手。我们知道，竟然在夜间有个地方还是灯火通明，进进出出的人超级的多。这里就是许多的人在有急事的时候，晚上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需要来的地方。这里有一句话在入口处，是圣经里面以西结34章16节这样说：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在这里呀，有太多的经验，特别是儿童医院。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常常半夜好几次都来这边就诊，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医治，常常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，就是我怎么样透过医护人员来帮助我使我得着舒缓。我那个最后的医治者就是这位上帝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上帝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，他是真正的医生，他是成为我们的医治者。在这里有许多的让人看得很舒服的图像，这个舒服的图像是使人真的是可以得着那个盼望。大早的事情一定有那个正是已经快要黑夜了，而这黑夜会让人觉得害怕。这位上帝再次来告诉我们，交托我们心中的害怕。我们也分享我们的家庭是不是曾经经历那个身体的不舒服，那个苦难，我们是怎么度过来的呢？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